来继续来看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到雾峰来看灾，因为前一阵落大雨，当地山坡放落来，到即卖路拢也未通。现场有记者甲问2400块分地役这件代志，伊讲希望外界甲重点放伫咧救灾。甲问讲是毋是要来选国民党的党主席？伊回讲灾民才是重点。台中市长罗秀燕透早到雾峰东林看灾，因为前一阵落大雨，到即马道路也未拍通，当地的人影当大出尾板，农民真烦恼。现场听农民的心声，罗秀燕看灾气色看起来真好。前一阵仔才因为化妆，去立营立会王义川开讲伪装看灾，用的分地役爱2004，和网友讨论到热气气。台中很严重。南部更严重，那而且接二连三的来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心思放在灾民跟灾后复健哈。罗秀燕无回响分地役的问题，强调南部灾情严重，无希望有人蒙误焦点，爱大家关心灾民。另外，却问到敢确定外选党主席，而且伫咧823罢免会正式宣布。我们拜托大家把唯一的心思放在灾后复健、照顾灾民上面哈，那所以其他问题都不会谈。嘛是同款的会，爱大家关心灾民，卖讨论政治的代志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